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面头刘浩明。讲起客庄的生活，大部分人都想到讲，可能在客庄地方，可能空气够好啦，人够好啦，还有水够好啦。但是你会想到讲，客庄地方其实嘛怪无聊。最近有一啲文艺的座谈，我哋邀請到幾度睇客莊生活嗰個人，無論講加入客莊啦，無論因為有啲工作嘅關係，演員機會來當我哋客莊生活嘅人，而哋他嘅人涉強下，講一下講，而喺客莊嘅生活，同時對客莊未來嘅生活有乜嘅想法？你今日都邀請到幾百嘅主持人嘅，面同愛向協進會嘅邱進會來當嚟現場，來同人講，亦都係乜嘅一件事情，我哋馬上翻講嚟進會來到現場。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同朋友大家好，我係面同愛上下進會嘅總幹事邱進會。今天我想問一下，因為頭先我哋一開始都有講到講，最近有一啲我哋咧算是文化沙龍啦，我哋咧客莊嘅文化沙龍一啲講座，講我哋咧藝人咧客莊生活，設計與實踐嘅部分。但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講一下講，又係到底係一啲樣嘅一啲文藝沙龍嘅一啲工作咯？其實伊現在一個參詳嘅一個發通啊，其實講伊個發通嘛，唔係樣單止嘅發通，伊就從去年嘅開始就一個負責其實整理嘅嗰度文學家嘅生平紀事嘅文訊雜誌，伊輸到合肥會委託，希望可以收合肥最主要就希望透過參詳他嘅地方，我老唔參詳，就講過去可能客莊嘅生活地方，過冇一種參詳嘅一種機制，就現在睇人啥講嘛，那我哋就後皮就一樣做，然後可能弄係安尼一個生活嘅情況，那就有幾個客家議題就分成講音樂嘅創作、文學嘅部分，那還有像飲食嘅部分，那現代工業嘅部分，那我哋負責嘅就係在客莊創新嘅部分，就有幾個議題嘅前嘅模樣嘅小新人，那有小新人負責嘅，然後就講睇其實北部、新竹跟高雄各有啲咖啡堂，就會學嘅種像法嘅人討論事情嘅一種睇咖啡堂，地方大家參詳事情、討論事情、討論嘅議題嘅一種方式，就由一小新人來小心關心一議題嘅人共下來討論一道事情，最主要係在安尼一類發通。佢其實一個題目，唔做乜我想我聽講，比如講藝人嘅客莊生活設計同實踐咯。因為其實講到客莊創新有個主題嘅話，其實我講到講，比如講農業嘅創新啦，或者學習嘅創新啦，其實係我會希望講把藝人嘅主題變成藝人嘅客莊生活。客莊生活一件事情，因為講喺客莊生活咧，今年嘅後盾冇會影響到客莊嘅一啲未來發展啦，還是講會對我哋客莊嘅生活地方咧，看出講到底喺生活地方好嘅地方睇哪，壞嘅地方睇哪，其實係代表到我哋咧，我哋客莊嘅生活嘅一啲算是範圍啦，無論客莊地方更加嘅生活嘅一啲樣貌咯。就講我感覺幾好嘅聽下嘅題目最主要想講。嗰種人因為我哋客家莊係在個保守嘅地方，就譬如講，今年不管係咩假日來，係在愛惜信仰，真是印尼來嘅，也係泰國來嘅，可能人哋融入也係菜地嘅生活，可能會有一些唔係按順嘅也素菜。那我媽想講，其實其他人，像我媽媽人弄擺嘛係，我媽媽嫁俾我爸爸時有。阿公啊，人我阿公人都講啊，唔好嫁俾客家人咯，客家人佢上腔，甚至講還在講個飯堂是個壓菜，那個苦也得蔬菜。所以我一下想講，其實嗰多人對客莊，還有客家人一部分還是有一定嘅一種偏見睇下片。我係想講，難道我哋客莊也係一個上下一個地方？弄係安尼嘛，係咪有模樣嘅人，因為到客莊嘅生活嘅時節，伊其實睇下片，用去克服伊嘅一種生活嘅一些問題。那伊睇下片，我可能伊假日來唔係我哋原來人睇下片生活用去創造伊自家嘅一種實踐。所以我一睇地方邀請嘅人，地方就邀請一定係從台北、屏口嗰片假日來嘅。
好，那当然伊个种歌唱就含在，伊其实含在结婚了以后，还是有啲被不黑一段时间，又办到高雄。那演个特殊含在演想要照顾阿妈迄个摕面农，演就又在也后3年又在办一来，好4年办一来面农，好照顾伊去甲阿妈，所以我就过好奇讲啊，其实我因为摕福教方家向我做志工嘛，所以就看到伊从拢卖含在咧台北人、福佬人啊，客家嘛不懂，然后摕佛放地步就干起个曲顿啊，安尼感觉吼。那摕福教的那种神法就有发生过多神奇的事情啊，譬如讲，我们福教方有这食农教育种路配的嘛，啊，他家啲帮路配的时节，伊就会过度，譬如讲做个小桶啊吼，就等那个奶烘，吼帮烘起来，也係講唔曉得做一條熟路配咧，用做一路配時啊，就嗰神奇的事情啦。因為就聽到有些人開始學習，然後又發現講，其實伊雖然我哋常常會去責怪。去怪講啊，我哋客家佢面客家文化會流失，客家話會冇人講，都係因為我哋間睇到愛惜信仰呀，係愛來好多人結婚，但是我發現睇嘢呢啲當個唔咩安尼，就遺憾在呢來以後其實有客家就如果融入啊嘛開始學客話，啊伊嘛係人學教人家庭地步替嚟去考客人認證咧，啊就等到樣嘢欣賞不上唔。已經唔曉得講客家客家人、閩南人，啊，等到要開始嘛，停頓生意咧，摕福教學習、泰人學習，過去考客人認證，啊也先生嘛停頓就開始嘛，過了解，我原來伊即個出生，但是伊細細冇大過也誒闽南，含在安尼個情況，所以我感覺安尼其實摕闽南唔係太個上誒，也係講摕合作唔係太個上誒，含在一定含在伊個關刻板的那種想法咧。情況，所以我想，我希望大家可以來，透過一個題目，其實去分享，其實可以用去，即個嘛可以做一些改變，係做安尼。因為像咱嚟講嘅方法，如果發現到講冇錯，其實以前嘅人都因為講家務客人冇都間一合作一件事情，我有幾多嘅想法，嚇，譬如講有啲人講可以拖客人，但是冇介意合作，因為拖客人我哋講佢厲害，嚇，某個東西都可以做，但是你加到合作嘅話，我哋想同我哋前面講嘅，其實合作裡邊嗰種有幾多個規矩，嚇，這是要遵守。但是嗰種你希望講，係咪用一啲初談嘅方法來看看啊？其實聽到時代轉變咧，嚇，係咪面對嘅啲合作嘅成敗，充滿咗以前嘅嗰種想法，無論從大家認為嘅想法係冇共樣。咁將入嚟邀請嘅等人來，地步已經從伊提出嘅一啲頭先講對板橋加入來，為乜嘢啦？為乜其他人？像我嘛有一個鹹菜咁嘅現象，就以鹹菜嘛係加來闽南，但是以鹹菜水里嘅福佬人，那伊就來以後，伊嘛停頓他個拜伯公，甚至做南商，嗰以鹹菜各種嘅英文現象，啊伊就用英文去教客話，那因為伊自家除了伊自家去。嗰一種客家嘅神法，那伊嘛帶動學生嚟重新去認識，譬如講也到北宮嘅萬年佛啊，吼北宮嘅也到日年家客家白銀海嘛，甚至伊就出家，我退休又出一筆錢，吼去學教成立嘅白銀嘅嗰種練團式，因為發現講。就從我哋都買國樂社，我本人排斥，因為你睇嚟練他個國安草啊，伊咪伊就想講，就伊咧本人伊咧轉型嘅練團式冇。隔音設備好一點，有一個電視牆，因為有些他家來跟伊提福建方唔單止要推客家文化，又推也就講嗰種賞鳥呀的部分吼。那其實我想講伊其實就分享伊自家吼，伊來一片伊上愛高一種嘅現代嘅客家神法，唔免人哋上嘅就講含在過去嘅一種客家神法，做嘢嘅興趣一定要嘅，伊加落伊嘛係用伊自家興趣，伊剛剛認同嘅事情去實踐一條事情嘛，帶動也學生嘅向下來做，所以我感覺安尼嗰種嘛比嗰度其實睇合作嘅人嘛冇一定會安尼認同自家一種文化，嘛冇一定會參加拜公嘅萬年佛啊，嘛冇一定第一客家拜人係嘛嘅，嘛冇一定講人哋闽南嘅一個上海，也係講闽南婦有來得表嘅，甚至就講會願意付出去做一條事情，就講伊其實安尼來帶動幾好，那我就發現伊帶動了以後，也個就變成幾多本身的客人嘛會參加。
那嗰度新一代的，尤其係在後生的阿爸阿媽，就講講，美濃其實無咁無聊，有一個地方可以去。那還有我種的，一個都市的人，嘛會透過伊安尼帶通的方式，就來到美濃，就會感覺唔係伊咧來觀光的地方，係在伊咧來，嘛會有生活，嘛會有認識一片的朋友，嘛會跟菜天人向下團購買東西，採買農產品，就大家一種關係就跟單純樣係就講消費者。一種就來一片買東西，買就走，嗰種樣等一下看一下，一下啲流行路皮，一下流行同馬多，就來視察來秀一下，買色色的，是扮的色色就秀就走。但是而創作唔係安尼，所以喺香港也嘛係一個合種嘅一種創新個創業嘅一個典型啊。喺香港創新嘢事情冇應該樣係。應該能討論講合種，雖然可以賺錢嘛，可以有產業嘛，應該有佢多除了賺錢跟產業一部分，有讓大家感覺誒生活好，有來到夠神奇嘅素材，唔好感覺講啊，真是喺合種哦，夠無聊，夠無聊嘅一種情況，就感覺就所以特別有意來講安尼。因為嗰種講法，佢講當初我哋參加嘅地方，可以做咗講伊咧對水來感嘅欣賞嘛，然後伊咧對辦學家過來，還有啲係以前嘅工作人員，係嘛係對我喺北埔來下來工作，然後從此都愛上我嘅客莊嘅身份。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下紹介一下？就有啲係在埔里嘅客人，有啲搞出來從北埔嘅新竹一天辦下來去咧。那另外咧係台東嘅客人嚇。那人哋一種類型就係人曾經喺美濃工作過，人家來美濃以後，人發現講原來我係在客人，又係講啊，人家開始睇一片學習到客家文化係在乜嘅，就尤其係在有一類係在伊就伊喺台東嘅時節，伊歸去，伊喺度要歸去工作，啊伊打電話嘅時節。我間一片伊弄擺水屋嘅白梅啊，吼天嘅條對面有啦，吼有條路皮咧啊，吼，伊就用客話跟白梅講法。哎呀，爸爸提醒別個，很驚訝的問他說：媽，一時節曉得講客話？係就安尼滿意啊，吼就所以就佢下伊其實提面攏學嘅東西，就帶過去嘅，帶過去做嘛嘅，帶過去就嘛抄嘅一些。因為台東嘛，青島係在某樣地方嘅客家人嘅天然台，但是嘛唔曉講客話，也就用透過一種注釋嘅方式來練習客話。對於啲操場地方，我哋可以發現到講，其實每一個人對客莊嘅身份有無同嘅看法同無同嘅身份嘅方法。首先下，對喺我哋賣嗰度講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面同愛向客家會嘅侯振輝同我哋分享講，屬於藝等客莊生活地位一啲太細細嘅事情。我想問一下振輝啊，因為其實好多人講嘅講，除咗加來客莊嘅，還有兩個睇客莊生活嘅嘛，唔好講一啲關於台東嘅，另外一啲呢？另外一類其實就係在因為客莊嘅生活，還有一類部分嘅重要就講，其實有嗰度做公共議題嘅一種身份嘅人。來到客莊地位嘛，佢重要，因為人就會有點活化這邊的細胞，就嗰種大家平常係看嗰種無碼嘅事情，但是也會看到呀嘅事情係一個議題嘅事情，係一個神奇嘅事情。所以伊來嘅時節，伊其實係在因為伊係生態特殊，伊嘅嗰種高樹，伊嘅枝頭高樹就拄好係在美濃人。那人嘅下就拄到伊咧，我哋南部有一個台風嘛，叫下莫拉克風災。那我哋美濃嘅新邊，所以美濃冇講洋蔥，但係美濃新邊嘅綠桂莊、甲線有啲地方都受到佢太影響，所以而家係喺睇特殊嘅之後吼，差唔多畢業特殊期間，研究所期間就來到綠桂嘅鄉睇 via 嘅受難者嘅家屬嘅訪談，就會希望去留下一段時間係一段人嘅記錄。那嘅下係才出書，但係而家下就因為安尼機緣來到美濃，那就喺呢一片。
但是伊虽然摕到贵州事情，但是伊就每日往返，啊，个同时间就摕下飞工作，伊就发现摕鸦片工作时，他甲开飞拢系用合法，摕讨论事情，啊，伊就让想到讲，伊就开始学习合法，啊，结果伊也段时间那种审判的经验，伊后来去法联都给黑潮文教基金会工作诶。那伊去到个韩菜一类就一般的地方吧，啊，伊就发现伊用第一片开始讲合法，就伊有的是讲个而去来的时间，伊就会讲啊，测安尼4个月安尼之类的，就发现伊都会脱口而出提讲合法，伊就让发现讲啊，提民农那种审判对个影响嘛过大，因为民农嘛有遐的公共议题，伊就过希望去倡议那种海洋，你不要虐待鲸豚，那还有那种海洋的废弃物。遐的事情，啊，台民农就有遐的反驳运动，反水亏运动遐的，所以我想讲，佮有伊个讲遐就讲，伊其实嘛用遐台民农工作期间，带动后生去思考，就讲俺能实体遐的公共的空间有来的问题去做有发生啊，那俺能可以用去介入，用去参与遐的事情，所以。我想讲，遐种身份的人体合作嘛，系个重要，所以就参与了分享遐部分。那伊就后来就归来，已经离开法联了啦。那一下，伊就嘛开始在思考，伊要归去嘛，要归到去甲处理啊家乡嘛。啊，但是要归去要做嘛个遐个事情哈。因为除头都讲死的以外，其他陆村、五村，另外的中线嘛，哈，你中线嘛还另外还有一支哈，嘛都两个如何本来如何行业，也是同样嘛系喺合作嘅人啦，哈。咁像有两个本来如何喺合作，但是唔係喺民农嘅人，啊，伊哋分享嘅嘛咯。因为一支以含在屏东嘅客人，也爸爸妈妈嘛都係客人，但是也係後來就離開新北啊，吼，竹田啊的地方去到屏東市，但是伊嘅認同嘛係提，因為伊聽音樂，然後了解有聲響，連聲響也係創作嘅故事，啊，一下就聽到伊嘅也係去巡演嘅足跡，去到德國啦，去到挪威就去看一個音樂節，總嘛會有一個客家嘅樂師。來做一時間音樂、民族音樂嘅一種嘅表演，吼，伊就團隊去看，啊，後來就接觸到民農嘅王聽機嘛，就睇下片，又去曬其他學習，又認識下先生，但是下先生又係好多人，啊，結婚以後就結聽到喺度睇民農，啊，伊佢也冇看過神奇啦，佢神奇係講伊合法嘛，係睇下片鞏固下來嘅，啊，伊呢下先生雖然係好多人。但係業務卡規矩限制，間生嘅講法唔能用合法對話，生意咧係冇用合法講法，也嘛唔會間生意咧回答，係啊就發現講人咧貴則家庭先生嘛係用合法來講，啊伊就因為伊嗰度也的文化音樂方面咧也的工作相關嘅內容，啊也生意咧限制提同有語言，伊就想分享啊限制。用嚟睇唔出街一種神法地步嘅限制，用生意呢，我創客家嘅事情，唔係行嘅去創頭擺嘅歌嘅，限制美人去創作，人可以出街去創作，人想去創嘅歌嘅事情，因為有語言冇出街變一個，所以就熟悉嘅人，有語言嘅家長，他家來向下參與創作嘅嘢，創作一條，所以也有語言嘅變一個，啊，所以其實分享嘅就係。一個部分啦，係，等於如果其實我哋看好了，也要組成地步，如果有真係有對外面加入來嘅，還有本地可能這個可能係行業，但是其實從前唔係十分的合作，然後過來到民農以後，才發現到，這個係客家嘅靈魂咧，伊哋重新去發現，還有好多人講嘅，其實我哋咧，這個係一直都係合作，但是合作成法地步，也要一種實踐嘅態度係乜嘅，個中線咯，中線伊分享係乜嘅。我講中線伊就個特別，因為佢個理由係才個傳統嘅理由，就講因為家出地方，家冇卡地方就伊咧等嘛，吼，伊就講伊就一天係才歸來，那做歸來慢歸來冇當做歸來，因為唔睇落去累積嘅關係，啊唔可能20年後歸來一條關係要團結，
那不如你就先归类开始累积呀的事情。那伊其实就分享的咸菜，伊提也係伊歸類動機啦，吼。那伊其實分享的咸菜，伊提啊合種地位，伊咧俺哋其實俺哋客家人看唔慣的事情，伊就該做起來，就講就係生態啦。其實俺哋客家人就尤其南部客家人就該做嘛，就田就只有耕田、種作物、生產拿去賣。但係有緣也係以做嘅有緣也係事情很常容易，對總體來講就嗰種冇真理啊，吼就冇真理，也要上書嘅，佢要上錯，佢要可以上法，唔係可以生產嘅東西。但是以生產嘅係另外一部分嘛，就講也個空間用嗰度來一片嘅人尋找靈感，然後觀察生態，吼然鹹菜上去傳承嘅也係就講。客人的一種生態的一種態度，生活地位一啲嘅一啲生活，其實有幾多鹹菜曾經間嘅強下，而且生產的鹹菜一種人跟人之間嘅交流，人跟人之間對於生態嘅愛惜一啲東西。那你就會發現，其實分享幾多鹹菜，嘛係我個希望談到就講，唔切㗎，因為我哋做屬於我哋嘅生活實踐嘛，就。其實佢唔係上一批嘅人，也係能身邊嘅人沙，唔係有沙飛希望，客種沙飛唔希望做嘅，但是唔切㗎，用嚟去克服一種困難，啊，佢做出來，哦，也係在可能係在未來，甚至應該講以後就可以看得到，係在我哋現代動態嘅客種需要嘅東西。一三蚊無像我類型係同我對我哋人來以後看到有咩東新嘅東西，感覺到幾好。聽見你講，因為有啲民農一塊土地冇咗客種一塊土地，把伊這個新地波某一部分嚇很像嘅。第三個路採地嘅人，讓我去行出採地嘅一個困境。看像這個本身作為一個主持人，讓我去看得到他個人跟人的分享嘅內容。其實也蠻會有分享到一個部分啦，吼，一部分就包含講啊，像伊個新時代嘅父母家來也狀況，那因為人際關係非常緊密，伊就喺個放地位嘛。那可能生意嘅餃子嘅，佢下生意係食餃子嘅，就會到零散就很冇人講啊，生意有啲餃子呢，吼，就會我來聽從人生意咧，我來做乜嘅啊？但是可能也媽媽唔想愛。原來觀察得到，土生人咧有自家一種方式，伊就會可能有一部分鹹菜伊感覺唔係輕鬆爽嘅部分啦，吼。那但是嘛無伊其實個性嘛係個溫和人啦，但是嘛無愛唔爽爽啦，就伊其實嘛睇感覺俺都買都市生活鹹菜就自家，吼就個鹹菜個別嘅生活，但是歸到民農以後。唔會發現幾多人會關心，乜事情我問，乜菜會拿來分，唔考試發生乜事情嘛會拿來討論，伊就我唔習慣也部分，但係後來伊嘛係融入也係生活來，就跟自家當作係才他家一份子嘛，家屬人的關係啊。但是嘛，雖然嘛，我剛剛講有的是零散放放嘅阿姨伯嘅 support 一條關係到啊，吼之類嘅，那還有像。像一直伊個下嘛有分享到，伊其實喺個上下，雖然上下看山個講，以後不就會散啊雲，落雨嘅時候個雲他們講啊，但是到了秋冬嘅時候，沙農藥嘅時間，大家真是個擋唔掉，就講做嘛就雖然農村有一條有好食的菜、好食的東西，嘛東西攏係可以幾乎嗰度攏可以吃生產風景嘛個講，但係明白沙藥嘅時間就。佢都唔掂，就會講講，要可以三個社會事務，也可是嘛喺嗰度喺咧睇下片嘅人，吼，會去討論咧，就冇樣人呢度食，唔喺農民嘅時間，農民可能冇感覺，但是今日有嗰度意志性嘅冇樣人嘅成分，因呢度嘅時間，其實也就要喺變嘅冇樣，因為有啲人係喺咧睇，就睇喺咧田心邊嘅嘛，吼，那像可能有啲人我講講啊，唔喜歡咧一種合作嘅一種生活，有啲人我講講一種。唔好人際關係個緊密嘅部分，但是有的人有感覺個親切，因為問來問去就我唔會，就嗰種人想要確定睇愛關係裡邊鹹菜嘛愛未知嘅人，就唔會體驗嘅討論裡邊程度，唔算到鹹菜，唔感覺鹹菜嘛關係，有的時間像非軍人就會感覺也唔係個順爽，就愛算到鹹菜慢人，愛唔係鴉片，就會有的時候感覺愛不屬於鴉片嘅人，嘿，但係像土豆就會。
因为迄个体片迄旧的，其实北美嘛，我家当做7家人的一份子，所以给他北美过生伊嘛会来，伊嘛为了送葬啊，后也得事情啊。那我感觉其实就跟一般的神法一样，其实拢有好的地方，跟唔好的地方。那我跟他我感觉讲，也就迄一个，其实唔咩，因为我唔伫做嘛，有的时候感觉讲，通通人客家的东西，佢像就一个远大的。客家文化很在安呢，一听到讲客家话，就过像人家的议题，但是嗰一种个神方面，算係有拄到乜嘢問題啊，係人哋做嘅東西，係個新型嘅事情，係咪有人嚟關心？嗰個其實嗰種認為因為個客莊嘅神法地方，係咪其實如果嗰度客家文化，其實更加嘅社會地方，客莊嘅神法都同一般嘅社會地方，其實嗰度個相同嘅。其實嚇我哋話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自美濃亞裔鄉協進會嘅總幹事侯進輝，同我哋分享喺參詳也會議地位，他個人對於客莊神法嘅一個想法。嗰時係咪睇美濃嘅神法地位？其實雖然講伊係一個觀光區，係平常嗰當然，但是其實美濃在天然還是會堅持，也要人際關係，也要神法方式，還是也要傳統文化一種保存嘅關係。你這個觀察係咩嚟啊？上一批很在安尼啦，但係一下也的關係可能嘛會慢慢的，有一些調整跟一種改變啦。因為我剛剛講一下，你咧安尼睇合作地位嘛，常常會講啊，伊結婚有冇上搶嘅，就講，因為一下嗰當然咧有種身份嘛，已經就現代化搶面下嘛，冇一天係在。提自家總頭項嘛，就可能攏提有的時攀得提高雄，攀得提某一種某一天行才攀到自家一個合作地步，所以我感覺嘛，慢慢的睇有幾多嘅改變啦。就過去我確實嘛會跟阿明姑一片一樣，有嗰種幾強烈的感受，就我太好時間都買去做田野調查，研究嘅幾清楚就問講唔行才萬年嘅生意，但係一下可能係老一批嘅人因為講到樣嘅事情，新一批人唔咩安尼去可能講嘅嘛唔啲啊嘅限制萬年，所以我講嗰度關係其實嘛睇調整跟改變，只是講我能睇一種新舊新舊交接嘅時節，我能想去保留嘛嘅東西，所以我剛剛講嘅屬於七家嘅一種嘅部分限制，唔七家認同嘅，唔咩講啊唔咩限制認。強加在你身上的，那剛剛的客家人佢都有種呀祖先交代一天用的，你就用的，佢都有種嘅東西。但係也係咩，我就幾長時間，我就去想變過來想，像地尾土豆伊弄擺嘛係，伊硬是冇講客家，因為客家人才有些人才就。因為也慢慢還好容易，就剛剛講，嗰種唔曉得講客家，就無法融入這個家族嘛。甚至我剛剛睇面弄擺嘛，我有種講述就公開媒體嘛，我講，因為我是形容太多，然後香港人的客家話沒落誒，嗰度你唔曉講客家，但是我感覺應該唔係安尼關係，所以我想去調整，係用個刺眼的方式。用一個開放的方式，客家應該比較行一種開放的路，但是開放唔係就唔係講啊，客家人都可以來啊，就客家個難，還是有一些文化認同的一種秩序、文化秩序的一片，但是也很像人哋客家認同，然後去創造出來一個群體生活的方式，所以我感覺我有請咁嘅現場，我有請一種人很在認真心想去實踐一嘅事情，我感覺一力量就會變得個大，他個睇下關係地方唔係像弄擺講唔行在，因為唔萬人的順咧，讓佢倡議的事情讓佢冇戒心，但是也新的方式行在，我喺面同有年的家長，讓人哋向下來創造嗰一條路，我哋講嘛會產生一個新的認識、新的關係，那也關係下擺可能人哋睇向下做乜事情的時候，我有去幫助，也係大家有合作的關係。
第二个，迄么更加要关系一种转变，以前係用加速。好，加速嘅一种可是你买人的来嘅，好买人的顺嘅，用加速嘅一种态度去看也要关系。但是评论时他开始在进步的时间，也要关系还是有，我讲人际网络还是提，但是也要关系，讲关系一种胜利变成唔单止係加速嘅问题，因为其实佢加速嘅慢慢的越来越淡嘅，可能更加係工作，好，更加係人家生活的提防。工作嘅關係，同時人要工作嘅內容，吼，同時人要專長冇得講興趣嘅東西，也一啲關係連強下，吼，變成講今日藝團親戚嘅關係，可能係因為以前對我哋講沙期太好認識嘅，吼，嗰時變也要關係我哋幫強下嘅，咁慢慢嚟對親戚對其他人嚟講，可能係因為黃貼紙認識嘅。好，就變成講一種關係，可能係同時會個學人哋一塊土地，同時講我哋可能做同樣嘅事情，慢慢地把一關係連強下。但是還是有一啲最重要嘅重點講，其實我哋係對於一塊土地嘅認同嘅問題，因為我會感覺到講，其實對於我哋其他對各種來講啊，其實閩農人對閩農嘅認同一件事情，其實係我看到最強。也係咪因為講當初反水庫也係歷史嘅一啲原因，但係變成講其實更加閩農人對這間閩農一塊土地，因為認同嘅安強。我感覺就講反水庫當然有啊，當然就講閩農嘛，歷史上有現代嘛，有些讓人驕傲嘅事情嘛，比如講我哋文學家，唔講文學有文學，那嘛有生態啊，就後生嘅嘛，睇做啊，就音樂嘅創作、文學嘅寫作，那可能嘛有名嘅明星也得好，所以嘛有企業家，所以大家對於闽農嘅認同，啊農產品又做啊好，所以嗰種大家對闽農每天行在見你睇反水庫嗰種強勢，行在嗰棟闽農設家，佢容易因為闽農嘅一名聲佢好，那它就是一個品牌，所以你做乜嘢只要講，像我哋農民朋友嘛會講啊，就講同樣行在米。唔總啊睇其他地方，唔總啊睇闽農，擺啊睇市場上本他家托，他家就會先啊闽農嘅，哦就闽農嘅名聲夠好，他家上到闽農就等於好山好水安尼，所以想講一個認同，跟一種唔感覺行在一個狀態人，佢讓人驕傲，一個事情行在佢重要，所以想講也維繫這份驕傲行在我哋合作創新嘛，係佢重要嘅。一隻部分啦，係。因為吼，我哋講，我哋個歷史也要驕傲吼，同時進一步如果開始去愛惜自家土地，好，因為講也係真係代表我講我身為的閩農人感覺到幾驕傲嘅時間。如果我對一塊土地感覺到講我睇下做生意啦，吼，如生意做好，但係我喺個地方，同時佢對一塊土地上嘅事物，好，我都感覺到佢有。想要去整下，好，就想要好啲補充。嗰時係咪變成講，其實我哋一見有看到講，闽農睇生農教育啦，吼，睇嘅生態環保啦，吼，就相當嚟講嘅睇闽農附近邊嘅一啲富有工作。我發現到講，而唔單止係做一個帶頭嘅工作，同時嘛，而嘛變成係全台灣嗰度提拔都睇闽農做一件事情。嗰時係咪講，等於講，唔對啲地方嘅認同以後，咁唔會遇到一件事，咁到佢驕傲以後，同時你都開始連帶到唔開始去認同一塊土地咯。就像我哋一下嘅闽農府嘅一水質，一開始又係一個細細嘅地方，睇微數睇富裕啊，今年就個成功有三隻有三個媽媽，所以個水質就這麼多嘛，而且今年就講。闽農人有個神奇，就像我哋小朋友啊，吼，就原來闽農府看到水質啊，咁樣現場教人介紹下水質嘅生態以後，人又發現哦，佢等人寫行才講，有水質覓食區係鴨蓮頭，啊鴨蓮就係闽農自己創造出來個有名嘅名菜嘛，基本上係一個水草，那人就睇鴨蓮頭覓食，所以有啲先人了解下佢嘅生態以後，就講要把它命名為鴨蓮條，因為客家來講行菜。用國調、菱角鳥，唔係鴨蓮調，但是睇闽農，他就講我愛行伊鴨蓮調，新人就講我愛行伊鴨蓮調安尼，所以安尼一下就已經上到嘅
今边有咧之前有咧英文报纸啊，今边有咧中华鸟会啊跟国际鸟盟合作一个期刊就有出现的英文报道安尼啦，哈，就像亚东西就按些事情哦，有出英文报纸的事情，马文用过多年去认同啊，哈，就讲有咧群体基本的群体贴片啊，就扩散出来那种，就大家会讲，真是。像雅典农也蛮会好奇，你按多年在看嘅，说那在看嘛有一年他们终于就是凑上来看，从个望远镜看，没有，真是要调安定一下。人刚刚要调安定一下，而且个观念就改变，因为农办因为也冇分嘛调也得调诶，就可能室外嘅农作物我就甲人局走，不用要变色，但是人也还唔咩，人开始会去观察，所以今年有一堂很彩睇。雅典桶底部孵化的这个小水蛭，而且一个农民比较以二贴片铺出来，所以就特别留的一块微手比以前铺出来啊，带生也太比这离草以后一样去采树嘅片，就牺牲下一个地方。所以我想讲，其实嗰度一种关系散的东西，会去带通新的东西，所以我哋唔係用一种。农摆传统的观念，我因为用亚农摆传统的观念，很彩因为唔冇去投入改变样事情，就因为农民就唔好生态，农民就用诶，唔咩咧。其实也个应该有一些方法可以去改变样事情，所以其实睇黑种创新也地方也想讲，其实也哈个个对于创新的计划，嗰度付出嘛，满天不地，嗰度嘛普通去打创新那的付出，但是蔡天人发自。嗰度人用去发自内心，伊真实想要做，伊冇靠，伊唔是因为付出呀事情，让去做呀事情，也就可以生发的一部分，伊认同也可以去做，也就会形成一个力量啊！咁也系合作创新地杯个重要的核心的东西。以前人有讲过一句话，讲，搿种即个同面农生活过一百的话，唔单止讲，你下一百可能会去外面工作，外面去读书，但是你在面农生活过一百，你会发现到讲，其实你下一百会发现到，即个系客家人，同时客家文化会同人家心地地会慢慢的一直发酵。可是我还希望讲，其实今年客庄生活，唔单止讲即个系一个土生土长。睇客莊生活嘅人，同時喺我外面入來嘅人嘛，希望講有一日客莊嘅生活可以睇人人生地位變成一個貴強嘅一部分。求佢咁將來前邊來到香港嘅分享安同這個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下喎，等聽下啲先生來好好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